嗯嗯嗯。我不会是在梦游吧？难道我是到了路边洗头店，到了三温暖？娘娘吉祥。娘娘该起床啦，这封后大典可是一辈子就一次的事儿，这可不能怠慢了呀。原来是册封大典啊！娘娘，您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挑剔了？以前奴婢挑的东西，没有一样不是您可心的。难怪以前张鹏鹏不受宠啊，就是因为你这个设计师啊，品味太 low。绿篱，不是我眼光高，是因为你啊，是彻彻底底的女人审美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男人喜欢什么。你看啊。这只就比你刚刚挑的那只好看，简单而不失大方，优雅而不失身份，重要的是，还带着一点点的骚气。骚气？宝贝儿啊！你给我设计的这款发型简直是又长了一个头啊！你这是让我变异的节奏啊！娘娘，什么是变异的节奏啊？妹妹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我怎么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少女思春的味道？啊！九王，给娘娘请安。你怎么来了？这只最配你，优雅大方，极具韵味。九王殿下，方才我们娘娘选的也是这一只。因为这是我们男人的品味。九王，你还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啊！你的那些粉丝们又被你迷倒了吧？娘娘就不要拿我取笑了。此次我来是因为皇上命我负责封后大典之事，我便来看一看。刚才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娘娘可还满意？满意？你的眼光我最满意了。这些山寨货简直是太 low 了。人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美的饰品哦。不过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管起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啊？唉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让我掌管宫中内务，所以我才来负责封后大典了。九王，你千万别灰心啊！娘娘，你这是……我这是要告诉你，很多事情呢都要从基层做起，打好群众基础，你也一定能成大器。三哥这是要给我难堪呐！自上次江北一事之后，看似对我没有责罚，反而给我升了官职。可是这种差事，不做也罢。哼，你这算什么呀？齐胜把小秘都养到宫里来了，这不明摆着骑在我脖子上吗？我还必须任劳任怨，做牛做马。我皇后的位置做不了多久，也会被别人换掉。九王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的那些粉丝们可能在外面听墙根啊。好。哎，走后门。如果这个是齐胜，这个是你，这个就是我。我们在江北大营的时候，你我都知道，齐胜早就有杀了你我二人的意图。不光是你，就连我对他也是恨之入骨。所以这个三角形显然是不成立的。不过今天我还要跟你说一个三角关系，这也是现在我想对你说的。刚才那个只是给你举个例子，这条是你，这条是我们张家，而这一条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家。你和杨家已经组成了两角，无非就是差我这一角，便可组成黄金三角。
婆的意思是，黄金三角是这个世界上最稳固、最牢靠的三角，一旦固定，很难拆除。所以九王，你好好想想，要不要我这一件？哎呀，这皇后住的地方就是不一样，这才是真正的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今晚你跟我就在这儿，好好的举杯邀明月。娘娘，您知道吗？今日啊，您同皇上手牵着手，一步一步地走出奉天殿，那气势真的是无人能及呢。我也是第一次啊，真切地体会到了唯我独尊、天下尽我的感觉，尤其是在文武百官的高呼声中。一个男人一生所求，也不过如此了。是啊，皇上他不仅拥有了天下，更拥有了娘娘您，而您拥有着皇上，总归啊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绿蝶，不给我泼冷水你会死啊！皇上驾到！你倒是很会享受啊！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今日你成了朕的皇后，朕高兴，便来了。他这是要泡妞的节奏，得赶快喊停啊！皇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我喝了好些的酒，这一吹风头还有些疼，怕是不能服侍皇上喝酒了。绿丽，你不用乱找借口。朕在你这坐会儿便走，只想和你说说话。那说吧。朕9岁的时候，便知道以后要娶你为妻。很多人都觉得，是因我聪颖过人，乖巧懂事，成祖才授意先皇将我立为太子，好有朝一日登上皇位。其实他们都想错了。那是怎么回事？有一次，成祖带着我和九弟去了张家，看见了5岁的你，在园子里嬉笑打闹。成祖便起了童心，笑着问我和九弟，要不要和你一起玩。哎，那江妹妹呢？那个时候她在哪？5岁的时候，江氏的父母还并未双亡，她也还未住进张府。我那时贪玩，你也十分可爱动人。我在一旁看着，十分动心，便去和你一起打雪仗。老九那时比我懂事，说要陪着皇爷爷，不肯和我们一起玩。这样看来，你小时候也是一个贪玩、喜欢泡妞的小屁孩。哼，来。谁也没想到，从那以后，成祖便待我与其他皇孙大有不同。他说：“你是个可爱的小姑娘，谁要娶了你，便是谁的福分。”怎么又扯到我头上来了？你不觉得你的性子像极了皇祖母吗？想必是那时我与你玩闹嬉戏，天真无邪，让成祖想起了他年少时与皇祖母相识的场景。原来如此啊！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人要学着向前看。您看，这天儿也不早了，皇上还是别喝了。
你这是想轰我走是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小公公，东北角幽兰殿知道了吗？啊，回大明宫。是。